你怎么会爱上我？你的大起大落，我的笑话笑过。你是传说，而我是什么？想不通自己的疑惑，你怎么会爱上我？爱有1000万种变化，我不懂，是我脑袋空空，只能容下你，只容得下你，上辈子下一世，生命轮回几次？爱有1000万种变化，我不懂，是我脑袋空空，只能容下你，只容得下你，上辈子下一世，生命轮回几次？爱有1000万种变化，我不求有你就已足够。时间慢慢流，我们慢慢走，我不急，我等你，等着你，别忘。爱有1000万种变化，我不懂，是我脑袋空空，只能容下你，只容得下你，上辈子下一世，生命轮回几次？爱有1000万种变化，我不求有你就已足够。时间慢慢流，我们慢慢走，我不急，我等你，等着你，别忘记。尝尝吧。我今天真是太幸福了。黄辉，我要跟你说个事儿。说。明天我要去给元宵当妈。哦，不是的，是去幼儿园他面试的时候，扮演一下他妈。好。上次我帮芬妮解围，当众认了元宵是我儿子。去吧。你不生气？逆向思维一下，你挑明来告诉我这件事情呢，说明你在乎我，我感激你还来不及。哦，对了，下周我要参加考试和论文开题，所以会比较忙，可能不能像现在这样经常来看你了。放心吧，我冯小强厉害着呢。再说了，不是还有冉冉、柳儿、浮生，还有李静静吗？皇上，今天开不开心？我可不可以当你后妈呀？你这种人，竟敢一口气问这2大个问题，死罪！好，奴婢知罪啦。说好了你陪朕玩的，结果是朕陪你唱了1整个晚上。你说这合格吗？合格吗？完全不合格！当个歌姬还差不多，每天来给朕唱唱歌吧。好，看你小小年纪的，还挺精明的嘛。你妈妈一定很用心的教你吧？哼，当然了。那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我差得远吗？你这种小歌姬还敢跟朕的母后相提并论？我的母后可是天下最完美的女人，她知书达理，琴棋书画结晶，而且她母仪天下，气质非凡，绝非你此种凡尘俗女能比。哦，看来我真的差得很远，明天得去报些礼仪课上上。对呀，像你这种天资平庸的人，后天就要多多的努力。如果你通过了朕的考验，朕就会考虑一下，让你当我的后妈。你真的能接受有后妈呀？为什么呢？我呢，
是不会告诉你的。嘿嘿。你会喜欢一个脾气很坏、嗓门很大、身材和长相都一般，甚至有点差的不像女人的女人吗？不会吧？因为我想要的就是很简单的恋爱。他笑呢，我想看他笑；他哭呢，我也想让他笑。没追求。你不，你怎么会？你不会喜欢芬妮吧？芬妮是我的女神，但是女神也是人，也会吃喝拉撒来例假。但是爱一个人就要爱他的全部，不管是放屁还是挖鼻子，我都爱他。盲目的男人，你是女人，你来说。啊，如果我是男人的话，我应该也会吧，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女人。其实我想说，你说的是我吗？啊！我以前是瞎子还是脑子缺根弦，竟然会喜欢他？你还在生气对不对？你还在为叶家的事情生我的气对不对？所以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来报复我。小姐，你的眼光真好，这是本季的新款。哦，多少钱？烦死了！丽花，吓死宝宝了。尿床了。一到我干活你就消停，你倒是出来啊！你还有力气说话呀？看来你还不太累。你不干活，连这口面包都没得吃。你，我堂堂一国大将军，竟然落到如此的田地。每天疲于奔命，游荡在众女子之间。每当我要喝水的时候，这些女人就像疯了一样给我打电话。这是天要亡我英才呀！我也，你们这些女人，等一会儿会不会死啊？喂，哪位？哦，好好好，我等一会儿给你送过去啊。哎，再见。
哎，你能不能不要穿的脏兮兮的？明天换一身。哦，进去吧。嗯。父皇，其实我也看不下去了，可是面试快来不及了。走走。这么早？你不说下午吗？我老婆可不是这个样子，你不熟不淑，不咸不鲜，不可以。哎，时间也不知道来不来得及。元宵今天能不能上幼儿园，就看你的了。走。你去哪儿啊？晨晨，干嘛呀？元宵。小猫小狗，你是英雄。来，小朋友坐直了啊！先生，给这位女士画什么风格的啊？我如此平庸，你怎么会爱上我？好的。你的大起大落，我的笑话笑过，你是传说，而我是什么？想不通自己的疑惑，你怎么会爱上我？下你，只容得下你，上辈子下一世，生命轮回几次，爱有1000万种变化，我不求有你就已足够。时间慢慢流，我们慢慢走，我不急，等你，等着你，别忘记。李先生，放好了。不知道是我有恋母情节呢，还是某些人的资质有限呢？就让你恶心死！你刀还又高了，头阳你变老了哎，有那么好笑吗？你穿那副怎么样啊？一看就是暴发户的暴发儿子，而且还是那种很 low 的。OK， 反正我现在又不是冯峰，我是李太太。我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，你李欢就是这样的品味。准备好了吗？耶 Let's go！ 哟，嗨起来！哎，
我和你们说一说，每天早上8点前呢，必须来学校；中午12点钟集体午餐，下午1点钟集体睡午觉1小时。想要上厕所呢，必须要举手，离开座位前也是哈。下午4点放学。哎呀，这和从来有什么区别嘛？是谁发明的学校？好，李小朋友的教室到了。怎么了？刚才还好好的呢。这和这些小男孩根本就不是同一层次，为什么要一起上学呢？哎呀，我不要！你们别跑！慢点！哎呀，磕着了怎么办？哎呀，你慧宇，别小跑了，拦住他。熊孩子，你看看，一个个的。你们要知道，李小朋友评估的结果，他就是一个学习有障碍的孩子。本来像我们这样的精英名校是不会收他的，但考虑到李先生对本学校有慷慨捐助，所以我们就破例收这名小朋友做编外。7岁的孩子去小班，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？不要小看这小班的同学，他们要比李小朋友强上很多倍，而且他们的家长也都是社会精英。如果让他们知道我们招了李小朋友这样的孩子，一定会不满，而且投诉。但是，恕我冒昧说一句，二位身为李小朋友的父母，不能将学习的责任全部都推给学校，这家庭的教育也是很重要的。我想问一句，平时都是谁来负责教育孩子的？怎么会是我？和他朝夕相处的人是你才对。他不听我的，他只听你的。你有责任好好跟他说。他不听你的，你就该找找是什么原因嘛。那是因为你只认钱，只知道做生意，根本就没有用心对待他。他缺乏爱才会这样的。你说我，他每次去等一个人，不是吃就是玩，全是你惯的好不好？废话，来饭店不吃饭要干嘛？你不要把账都算在我身上。够了！我现在终于明白李小朋友不正常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有你们这样的家长。坐下。我忍你很久了，你是为人师表吗？再说了，我们元校哪里不正常了？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你跟他完全不是一个等次辈分的。还有，他古文一流，3岁能写古诗，5岁精通摔跤、骑射、投壶、七巧板、孔明锁，不是懂什么英文才叫精英，崇洋媚外。我儿子怎么可能在你这个师资素质低下、对中国文化一窍不通的幼儿园学习呢？时间长了会变成脑残。我要换学校，我一定要换。这种烂学校绝对不能让元宵来。不知所谓，简直浪费我的钱。元宵，这不适合你，刚才我们错怪你了。走，我们回家。哎呀，真不要走！只要留下来，哪儿都不去。你们不要拦着我。哼。这小子是被惯坏了。你爱波斯美人，这点他也遗传了。不愧是小公狗的后代啊！你嘟嘟囔囔说些什么呢你？哎呀，富华，求求你了，你就让我来这儿吧，我突然爱上了这里。啊？哎，你去。去哪儿？跟校长道歉。
为什么是我？我不要！女人跟女人同声同气，好说话，快去！我不！校长，校长，校长，对不起，我没吃药。我峰峰绝对是疯了，我怎么能答应你来这儿呢？还穿的是老女人的衣服，被人指着鼻子骂，我反过来还得跟人家道歉。我不干了，我要罢工！好啊，法政老师也说了，家长会没有多少次，我也来不了多少次。再加上你又那么那个，我可以选别人呢，六儿、静静。实在不行，我让叶波扮成女人再来一次呗。要是有人问，我就说我离婚、结婚、离婚，我搞基，我再结婚。男人嘛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你就直接说2奶、3奶、4奶，男人嘛，没什么大不了。太好了，你终于肯罢工了，这样对小朋友也好啊。有那么多的奶，我无所谓啊。你就是利用我跟元宵的感情，不然我也不义。我们两个从此就是演戏的关系。我跟你有关系吗？别忘了，你这身道具很贵的。脱！还给你！裙子。峰峰，